姑娘，你收听，我未当应允。你为什么要接受一件万幸的挑战？我的脑中一片的空，我只知影你对我最好。为了你，我应该做这种的决定，在我的感觉上，只有以你动人，我才会快乐。你收听，小姑娘，要收听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小姑娘啊，小姑娘，小姑娘啊，小姑娘。我敢真正真无信，我敢真正真无正经，一件万事，我要。